商業分析與資訊管理榮譽理學士課程係配合對新世代社會商業模式而開辦嘅4年制跨學科學位課程，全方位栽培學生喺商業管理嘅思維及開發創新業務解決方案嘅能力，輕易融入互聯網及移動技術下嘅商業新常態。呢個極受業界認可嘅課程包括3大主修科目：商業分析、資訊管理、應用與整合。喺主修科目以外，亦有強化基礎嘅商學科目及共同核心科目，更加入咗一啲新興領域嘅學科裝備學生，例如金融科技、資訊審計及數位業務管理等，確保畢業生能利用新科技協助企業發展及創新，捕捉最大商機。